香港第一間嘅胸痛中心咧喺瑪麗醫院成立，病人嘅服務嘅質素咧亦都因此大大咁樣提升。醫院係有綠色通道，確保病人咧有心痛嘅時候喺短暫時間內已經可以得到治療，增加佢哋嘅存活率同埋之後復康嘅機會。如果收到一個院前心電圖啦，如果知道係一個緊急嘅心肌梗塞嘅時候，我哋嘅專線電話就會響起，我哋會即刻聯同心臟科醫生去到急症室。其實急症室咧有好好嘅標示，俾病人知道個綠色通道點樣行。咁亦都有受訓嘅員工去同病人解釋清楚。其實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係主動脈嘅血管撕裂啊，或者肺動脈栓塞等等，電腦掃描部制定咗標準嘅流程，第一時間就為呢啲病人提供服務。咁喺交換啲心得嗰度呢，我哋會加強員工嘅培訓啦，同埋溝通啦，分享啲個案，咁令到大家呢都會有一個使命感，可以拯救生命。其實我哋都會喺新大樓度發展嘅，去優化我哋胸痛中心嘅流程。譬如包括我哋有病人嘅專用 lift 啦，多一個嘅深度管室，我哋有多啲病床，希望令到我哋病人嘅診治同埋治療得個更加好嘅效果。咁未來咧，我哋希望係可以透過 AI 嘅幫助啦，就係喺院前咧就可以識別到一啲急性心臟病發嘅病人。團隊嘅合作，包括急症室、X 光部門、外科部門、心臟科嘅醫生啊、姑娘啊，個同事咧好努力一齊去做到，能夠成功呢件事咧係我哋瑪麗醫院嘅一個驕傲嘅。